讲到18岁公民权修宪案，今仔日伫立法院有109位立委出席，全体同意之下三读通过。这代表未来满18岁民众就选举罢免创制加复决的权利。这个修宪案公告半年了后的3个月内，就要进行公民复决。今仔日伫立法院门口，由民间团体靠一阵对台湾各地头来高中生做伙声援这届的宪政改革。要投票，18岁青年要投票，修宪承诺别跳票，修宪承诺别跳票。几十个来自台湾各地的高中生，25日透早就伫立法院门口集会，声援立法院议场内当咧审议的18岁公民权修宪案。学生讲，因是特别请假来关心。有尝试请公假，但学校不批准嘛，所以我就以事假病假的方式来参加这次活动。就是我们觉得18岁其实就是那个心智年龄其实已经足够成熟，可以让我们就是来投票。到2015年，尽管有各跨党派都来提案说18岁公民权要来支持，但最后仍然功亏一篑。我们现在看到，终于有这样的一个跨党派的共识，修正通过。立法院下晡，伫109位立法委员出席，全数同意之下，18岁公民权修宪案3读通过。但是民进党批评，国民党伫过程当中以复国权阻碍修宪，国民党反击，民进党伫修宪过程当中是多数暴力。我们一路辛苦的护送，一路辛苦的推进，可是一路被国民党指控，依法所进行的所有的程序叫做多数暴力。民进党一路开快车，也不尊重国民党意见，这不是多数暴力，什么才是多数暴力？修宪案会伫公告半冬以后的3个月内，经过公民投票复决，时间约要等中选会审议决定。国民复决同意票要超过965万票，也就是全体选举权人的一半才算通过。修宪这项真悬，民间团体呼吁，朝野政党拢要伫各选区说服选民投下同意票，才会使完成宪法改革。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。